耶和华想是我一切的大恩，我要怎样来报答呢？我要向耶和华捧起救恩的杯，感谢伊的救恩。我要伫伊的子民的聚会当中，向伊行我所下的愿。这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亲信诗伫咱的周报第4页，咱做伙来吟。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三位一体至尊至圣的天父，感谢圣神的保守甲引带，伫圣的安息日，阮三甲自设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是阮生命中上介大的祝福。当阮抱着敬虔谦卑甲仰领的心来到公义圣洁天父面前，因为你的怜悯，你无孝顺阮过去心神软弱所犯的罪过，怜悯阮属土份的本质，想是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
为世间人的罪来受定十字架，救赎世间人。何见若相信基督，诚心认罪悔改的人，你要恢复甲因的合意的关系，互我会当借着因对基督的脚步，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对上帝有信，做一个终生拢仰望属天福分的基督徒。亲爱的上帝，阮面对现今扰乱不安的世界，阮迫切祈求你的公义早日变行伫全地。因为当香港的人民因为了争取熟悉的普世价值的生活方式的时，却真不幸，在发生了类似72年前台湾遭受专制独裁政权无人道对待甲惨杀的事件。祈求天父上帝，你的怜悯临到你遭受苦难的香港的人民，会当互掌权的这个人，因的心会当柔软落来，会当透过互相的包容甲对话，互香港的人民早日回归因应该有的安定的生活。面对台湾明年1月10日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所带来社会扰乱纷争不断，阮也诚心来祈求天父眷顾，使智慧互掌权者甲人民会当选出公义好、行公义、好人民甲上帝同行的候选人，来确保台湾的主权、民主自由，才会普世价值的生活方式，互台湾成做一个施行上帝公义的国家。亲爱的天父，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阮的肢体当中有人失去亲人，心灵忧伤，求你赐个安慰的灵来扶持因，擦去因忧伤的目屎，领受主同在的平安。阮有身躯欠安的肢体，求你也使医治的灵甲因甲医疗人员同在，互因会当得到上佳有效的治疗，互因会当得到勇气。阮的兄弟当中有真济年长倒伫病床，袂当来圣殿敬拜的，求你也使因有喜乐的灵，互因伫厝的时，伫病床的当中，拢会当时时刻刻来感受你的同在的平安。生活中若拄着困境、忧心丧志的人，祈求你安慰的灵来陪伴因，激励因早日脱离这个困境，借着对主完全的信靠，会当来领受主所赐的平安。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于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执行，伫地亲像伫天。阮的赐你今仔日给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赦免我们的人。无你查阮的事，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
即时咱要来启应文15篇，伫圣诗业行23面。上帝啊，你锡安有人俄勒在听候你，请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下。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管辖残垣，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角用五谷做麻来盖。到时咱要来念圣诗21首 A， 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咱做伙起立来念。请坐。这时圣歌队要来唱你，内容是我主是我的光。
感谢圣歌队遮尔好诗歌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愿一切拢归荣光天父上帝。这是咱要来讲读上帝的话，有两大圣经，吼。第一位是第一个圣经，就是伫创世纪29章18节到20节，现代中文译本36页，台语汉语本30页。18节，雅各对听即个雷结，因此因为安尼，伊拿班来要求讲：如果你若准我甲雷结结婚，我通替你做7天的工。拿班回答讲：我是真愿意甲伊嫁互你，嫁互你比嫁互啥物人拢较好。你来甲我做伙大吧。为了带雷结20节，雅各做了7年的工，但是伊感觉亲像几工仔而已，因为伊非常的爱雷结。第二位圣经则是伫约翰福音3章16节，现代中文译本149页，台语汉语本106页。上帝疼世间人到安尼，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圣囝，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转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今日的信息是圣经的人物系列13讲，雅各的第2讲，请咱仔细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雅各的故事。咱顶回有讲到雅各用一个红豆汤来换出做大囝的祝福。而且伊甲伊老母做伙骗即个大囝的祝福。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即个故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你的话语互阮，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阮，去更新调整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互阮的心得到安静，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一般世俗的社会讲咱。婚姻有一个危机叫做7年之痒，大家拢捌听过吼。意思讲，婚姻无法度经袂起这时间的考验。其实你照咱现实的社会来看即摆毋是7年之痒即摆无几冬就开始痒因为我前几工有去看一个资料即摆咱台湾的离婚率非常悬平均一天有147对的人离婚，今日礼拜日休困所以今日应该无人去办离婚但是咱知影周间的时阵真侪人而且根据调查离婚率上界悬的迄个时间就是结婚差不多5冬所以这实在是咱台湾社会一个问题研究原因就是讲现代男女对这个真的爱的误解。所以咱今日要看这个雅各这圣经真特别的一个人，伊的爱情故事来分享啥货是真的疼。咱对这看了，看到人的疼了，咱来看上帝的疼。
今仔日的经文实在是真趣味的一个故事吼，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吼，这是因咧传讲因祖先的一段真水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讲，就讲咱知影，当雅各骗了大囝的祝福了，所以伊大兄真生气，以扫真生气，所以不得不离开伊的故乡，去投靠伊阿舅拉班。就伫拉班的牧场内底工作。一段时间了，拉班就对雅各讲吼，虽然你是我的至亲，但是嘛，无应该白白替我工作，所以同我讲，你爱偌济工钱。咱看到雅各吼，伊真特别哦，伊应该是爱美人无爱江山的人，所以看到拉班有两个查某囝，特别是细汉迄个吼。今仔咱的翻译叫做瑞吉啦吼，咱旧的翻译叫做拉吉吼。看拉吉真水，真吸引伊，所以伊就甲拉班讲条件。伊讲，如果你若允准我甲拉吉结婚，安尼我就替你工作7档。这个拉班嘛是真有诚意，看雅各袂歹，就讲我真愿意将伊嫁你，互你比。互任何人拢较好，所以你甲我做伙大吼，所以雅各就为着要带即个拉结，为伊做7档的工，时间到啊，雅各就对伊讲，时间已经到啊，请容允我甲你的查某囝结婚吧。结果拉班就准备即个婚宴，请真侪人来参加，但是到迄天暗时吼，伊却将迄个大姐利亚嫁互雅各。这雅各嘛真糊涂，连带啥物人嘛毋知。第二天起来较知影讲我较去带毋着人啊，应该带小妹去带着大姐。爱着找伊个丈人理论讲，你为虾米安尼款待我？我是为着拉结来替你做工，你安尼欺骗我。拉班就来讲吼，拉班就来解说啦吼。这伊阿舅若真干巧啦吼，伊讲照阮遮方向吼。大汉查某囝还未嫁进前，细汉查某囝也袂当嫁，所以如果你若愿意搁替我工作7档，等即个即个婚礼办了，1礼拜过了，我就将你所爱即个拉结叫互你做某，所以雅各就安尼有若是糊里糊涂拄带2个某，其实是带4个某，咱来继续看，咱就理解。雅各即段故事互咱对即个。听有一个真重要的人物，互咱一寡提醒，所以咱来认真来看这个故事。伫这段故事，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伊讲雅各爱拉结，就讲我愿意为着你的细汉查某囝服侍你7档。雅各就为拉结服侍7档，因为伊真深爱拉结，就看这7档那亲像几工那尔。对这段经文咱去看到真爱的力量甲特质。第一项，咱看见到真爱会带来改变。咱来理解伫圣经中间上界干巧的你若讲雅各一定白头前的啦，伊真好欺骗嘛。咱看到伊用欺骗的手段，用红豆汤骗大囝的名分，佮甲老母联手骗老爸祝福。其实咱若继续看伊靠伊阿舅处理佮用伊家己的聪明智慧其实用无公平的手段来得到家己的产业，所以伊一世人拢咧欺骗。但是咧读这段经文中间，咱发觉讲，欺骗的嘛去用骗去呢，但是咱咧读这段经文，咱要注意着讲，遮尔聪明、遮尔干巧的雅各，为什么为着要带即个拉结？你看伊甲拉班拢根本都无咧讨价还价啦，无咧划价，咱要注意伊开喙约定的是伊马上一开喙就讲7档所以咱在座所有兄弟咱摸咱的心问看嘛，你若是雅各你会安怎讲？我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我未结婚之前就看这段经文我咧想讲我若要去求婚的时阵一定爱较有诚意的所以
我求婚的故事是安尼啊吼，因为我新学院毕业了，其实新学院的过程中，我就甲阮无顺咧交往。新学院毕业了，新学院毕业了，拢所有的新学生拢爱组织做一个训练，然后爱抽考，看要分派去倒位。我迄个时阵来到桃园即个所在吼，伫桃园，阮抽考决定讲，我迄个时阵是志愿要去大专，到尾确定了，迄一暝我就拍电话甲阮无顺良求婚啦，我想讲爱较有诚意当然伊讲拍电话做无诚意但是都已经代志已经发生啊我想讲较有诚意，伊若老讲我一定袂输雅国，我讲我一定来服侍7冬叫无想到我来求婚，伊就马上答应但是咱咧想即件代志的时阵，咱讲雅国遐尼干巧、遐尼聪明的人，伊竟然连化价都无化价。那普通人嘛讲，7个月1冬，若老板无同意，加一寡时间嘛。但是咱发现讲，伫即个生命的重要时刻遮尼干巧的人，竟然为着疼来改变。而且咱看当伊面对伊阿舅老板的计策，伊也是为着疼老家，搁再服侍伊7冬。所以这真诶疼，人的迄个性格竟然会当改变，去拄起人迄个人生中间的污点自私，互人改变，这是真诶疼的一个特质第二项，咱来看，真诶疼是超越钱财对无？咱看见着雅各答应爱服侍老板7冬，结果伊去用欺骗了，一般人会变面嘛，但是伊无，伊佫答应爱服侍7冬，总共14冬。伫即14冬中间，咱来算看觅，伊可能会损失真侪金钱、财米，也是家己前途发展的机会。但是伊伊甘愿，伊看真爱的价值超越过遮的。所以雅各为着追求伊生命中间迄个真的疼，伊甘愿将金钱、财米、名声、发展拢放伫后壁面。这就是真的疼的特质啦。咱若看即个雅歌书，雅歌第8章第7节后壁段安尼讲，假使有人想要用财富、金钱换出爱情，伊的确互人藐视啊。这表示讲讲钱财无法度超越过爱情，真的疼是超越过钱财。这对咱今仔的人来讲这是真特别的提醒，因为今仔的人讲。爱情甲面包，啥物人较重要？常常有人做无共款的款式甲选择，所以牧师要甲大家提醒，这段经文其实是咱对咱讲，毋通将疼起做伫钱财的基础顶面，因为钱财是会当算偌济就是偌济嘛，疼是袂当算的，疼是性命，有疼咱的性命才有价值。真的疼是非常宝贵的，无法度用价钱来比拼的。当然，牧师毋是讲大家拢莫考虑现实的情形，牧师是要提醒大家，毋通将钱财放伫疼的头前，因为这是对疼的一种侮辱。因为疼，咱着无所赚来的金钱，会带予咱生命真大的祝福甲快乐。但是如果若无疼，搁较济的钱嘛无法度互人快乐。所以这是圣经对咱的提醒，对咱的教示，这是这个世代人爱认真去思考。第三项，咱看见着，真的疼是充满忍耐啊。雅各爱这个拉结，所以其实咱看服侍是真困难的，对无？但是伊是享受伫服侍7冬。咱看圣经真趣味，伊写安尼讲。伊看这7冬哪亲像几工尔，看7冬哪亲像几工尔。咱知影有一句话讲，快乐的日子容易过，对无？但是伊真快乐，真享受，因为伊付出这努力，会通得到迄个真的疼，所以伊甘愿乐意来服侍老板。当然，服侍人绝对毋是轻松的代志，但是伊享受伫这中间，因为伊真心疼大家。
我捌有一遍去原住民的部落去访问，有原住民的朋友就介绍讲因的风俗，就讲一个查某囡仔吼，若去爱着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吼，若咧追求伊的过程中间，要讲亲情进前吼，这查某囡仔吼爱去这女方的厝吼工作一工啊，所以普通若有这个机会吼。迄查某囡仔拢去甲透早就去吼，开始拍拼工作，一直做，做到日头落山吼。啊，这众人看讲，这个人袂歹哦吼，真温文拍拼吼。啊，所以吼，迄原住民朋友老讲吼，因只要忍耐一工吼，拍拼做，安尼表现较好诶，都有可能。雅各做14冬，而且看做是几工尔。这是真爱，迄个充满忍耐的气力。咱最后来看，这雅各的疼吼，是愿意牺牲啊。其实咱真正来看，雅各实在是对大家是非常疼，疼甲愿意牺牲。吼，咱今日看吼，今日真侪人的爱吼，错误的态度是安怎？是讲掠家己做要紧，掠家己的利益做要紧。但是圣经同咱讲，疼是安怎？疼是无求家己的利益嘛。意思讲，真实的疼是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欠缺，然后咱补满伊，这才是真正的疼。这是圣经中间教示的疼。如果咱若将即款的疼吼，摕来咱的服侍生活吼，咱会变做无共款。如果咱若真爱上帝，真爱教会，咱伫教会中间服侍，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艰难困苦，服侍上帝，7冬那亲像几工那尔。因为真爱，互咱有忍耐，而且愿意牺牲的力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雅各所展现出来的疼。但是咱拢知啊，人的疼其实是无完全的，只有上帝的疼才是真的疼，这种真的疼才是上大的疼。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对咱安尼讲，上帝遐尼疼世间人，甚至赐了伊的独生囝，为着要互所有信靠伊的人，无地到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段经文，咱大家拢真熟，但是牧师特别要提醒。特别是咱要进入这大降节期的进程，请大家一定要详细思考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是来讲，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世间是为着什么货？是为着上帝疼世间人。上帝因为疼世间人，唔甘愿人伫罪恶的捆绑中间失去自由，坠落到灭亡。所以，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咱，互咱会当伫伊的内底体验到什么是真实的疼、救赎的疼。所以圣经同咱讲，这就是疼，毋是咱疼上帝，是上帝疼咱。找了伊的囝，为着咱牺牲，赎了咱的罪。最近咧带查经班的时阵，咱读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意思是上帝是拯救。就是咧表明讲，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拯救咱正人对罪恶中间得到逃亡，来得到拯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将你的心拍开，互耶稣的疼进入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嘛能去体验到上帝迄种无私牺牲的疼。那安尼，咱开始学习安怎用即款的疼互相相疼。这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学生拢应该爱学习的。耶稣是为着疼来到这世间，因为这款的疼会当带来2种真大的效果。第一项，这款的疼是超越死亡。咱知影这世间有真侪无共款的关系，但是咱来理解，这世间无任何一种力量会当限制，会当打败上帝的疼。拄则咱所读的经文讲，要互所有信靠伊的人无得到灭亡。意思讲，连死亡嘛无法度打败真疼。耶稣是对死人中搁活的，所以伊的搁活，互咱诚侪有望的人。伊让人证明讲，伊已经超越过死亡的限制。
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保罗先生安尼讲：，恁甲基督结连，也得到丰盛的生命，伊是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甲掌权者。这表示耶稣超越过世间一切权势，包含死亡的力量。然后真的听可以当为咱带来永远话。拄则的经文咱讲，要互所有信靠伊的无得到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真的爱会带来永远的活命，这是耶稣上帝赏赐耶稣基督的目的。咱爱将永远的活命，这款的愿望放伫咱的心中。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甲大家分享听的本质。其实牧师过去2017年，我都讲过一档的爱的真谛。咱来理解，教会是一个宣扬真听的团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听是遐尼大，力量遐尼强，会通镇压这世间一切痛苦挑战，甚至上界残酷的邪恶力量。今仔教会受呼召，爱产生的功能，就是爱去宣扬这个奇妙的听，甚至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牺牲听的精神。最近咱看见到香港的情势，其实互咱感觉真烦恼。前几天的报道中间，咱看见到警察入去校园内底抓人，甚至入去教会内底抓人。这实在互人感觉忍无可忍。到底是虾米款的政权会当骄傲，会当残酷，会当压迫到这个程度？咱来理解，教会是道城，是每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的避难所。无论这人是安怎，这人有犯罪，教会拢爱保护因，互因会当公正面对审判。我前几礼拜去美国，有一个伫美国的台湾人牧师，同我讲，伊讲有诶美国的警察看起来真强悍，但是美国的警察真尊重教会。伊若要入来教会内底做啥物款的调查，一定爱经过牧师的允准，才会当入来。咱嘛捌听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发生伫荷兰，一个别特利教会。这别特利教会，其实是无真大间的一间教会。有一天，因的教会来一个家庭，就是这5个人，爸爸妈妈甲3个囡仔。伊的爸爸，因这家伙仔是对亚美尼亚的人，因爸爸伫亚美尼亚从事政治活动，所以全家接到真大的这死亡的威胁，所以因就对因的国家逃走来到荷兰的这个所在，望得到保护。但是因是难民，所以无身份，照法律爱咱驱逐出境。因走到这个教会寻求保护。这间教会是伫海牙的别特利教会，因为荷兰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讲，若这个教会咧举行礼拜的过程中间，警察袂当入来教会内底抓人，当礼拜结束，警察会当抓人。礼拜咧进行的过程中间，袂当入来抓人。所以因这个教会就做一个决定，因这个教会为着保护这家人，因无要停止礼拜。所以因这个呼吁引起来自荷兰甲其他国家的各地550名的牧师。因轮流伫礼拜堂中间无停止，一直礼拜，对日出到日落，对日落到天光，一直咧礼拜，一直咧礼拜。因遮组织，总共礼拜2327点钟，就是90几天的时间，一直到荷兰政府决定政治保护因，这个礼拜才结束。我看到这个见证，我其实是真感动。这是教会表现真听的精神，也因为这个教会的礼拜，这个教会的这个推动这个行动，
或者教会搁重新搁再活起来。咱知影有真侪只西方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强强要花去，但是因为因即个保护行动，互因即教会搁重新得到百姓的认同。这是因礼拜的景象。我前一站看到一句话，我心中真感动。这句话是，毋是甘地，甘地毋是基督徒，伊毋是虽然毋是基督徒，但是咱知影伊足爱读马太福音书第5章到第7章3项部分耶稣基督的教训。伊读这伊就知影听的力量是无敌的。伊讲一句话，伊讲当我绝望的时，我会想起，伫历史上只有真理甲听会当得胜。伫历史上有真侪暴君甲凶手，伫短期内检查会当所向无敌，但到落尾的确会失败。好好来想，永远拢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为着台湾祈祷，为着香港祈祷，毋通失望，因为真爱无敌，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耶稣基督互阮，互阮明白忏悔是真的牺牲的疼。此后，阮伫遮反悔对你讲，阮的听无够，求你帮助阮。主，阮恳求你，搁一遍，互阮去反省阮所做，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悔改，真实愿意彼此相听，也听所有受苦的人类同胞。求主帮助阮，阮有智慧思考，伫即个时刻，阮应该安怎做，才会当回应你听的恩典。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作为起立来吟圣诗317首，你若欠过真失望。
请坐。这是咱要用奉献来结束咱的礼拜。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相连教会聚会的朋友，你若无听老名卡，请你坐位头前有老名卡的单，会当来填了来交后收奉献的即事，然后阮加以欢迎。这是请咱起立做伙来做奉献的感谢。慈悲天大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祝福满满伫阮的中间，阮的一切的祝福的来源，拢是对你遐来。阮的无论阮的时间、阮的金钱、阮的材料，拢是你丰盛稳定的赏赐。这是阮将你赏赐的奉献。担保做你圣工路用，求你甘纳阮的奉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事工的分享，今仔日咱有一位基甸会陈明国理事长来到阮的中间，咱即时要请伊来分享伊所做的事工。
蔡主任牧师、各位牧师、各位长老、执事同工，甲我所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搁一遍代表全世界有27万的基甸会员，包括咱中华民国台湾有2800个会员来感谢咱双连长老教会的贴心，互我有5分钟的报告。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受到主的疼了后，改变我的一生。我一直咧想讲要安怎报答上帝的疼，因为我是一个生理人，所以为着时间的关系，我选择加入基甸会来服侍主。因为我会当一面做生理，还会当一面来传福音，就是基甸会的事工。有一个冬季，伊一个月生啊，伫家甲赶出来了后，真做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因为伊伫家内底，关即个中间去领受到基甸会所送的一本圣经，伊规定伊家己每一天爱抄500字圣经的话，因为安尼上帝的话语进入伊的心内，伫家中间就来洗礼，成做基督徒。为着报答这本上帝的话语所赠送者，即个基甸会，伊成做基督徒了后。嘛加入基甸会服侍。伊阿舅因为做工课跋倒，住伫病院内底，伊要去甲伊探望的时阵，因为即个阿舅是一个兼职的同机，伊的习惯是每一遍去拜访亲朋好友，拢会载几本圣经伫伊的身躯边来赠送。伫即个时阵，伊真正丢除送圣经互同机，敢有路用？伊习惯性摕到一本圣经，行伊甲病院因阿舅的病床的头前，真正意外，圣灵感动伊阿舅甲阿金，怎开喙？阿干啊！哇！你来了真拄啊好，因为伊知影伊是基督徒。阮两阿某拄则咧参详讲，拄则想要来改变信仰，因为伊拜神拜遐尼久，并无甲伊祝福。即个阮的财务理事阿干啊，听到伊阿舅甲阿金安尼讲，马上联络因教会主任牧师，就来到即个病院，替伊做决志的祈祷。住伫病院中间，就还袂出院咧，因兜的遮个偶像就拢除掉去啊！咱甲荣耀归乎上帝。即个基督徒，即个基甸会会员的一个见证，证明讲上帝的话语是带着快乐的。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来甲各位兄弟报告，基甸会毋是一个教会，基甸会是联合所有福音教派的教会听主的兄弟所组织的一个组织，伫全世界拢总有201个国家有参加基甸会。咱的联合国才193个会员国俩。我甲各位兄弟报告，中华民国台湾不管用什么名义要加入联合国不准，要加入有194个会员国的世卫组织，迄个 WHO 不准。但是伫上帝国内底有201个国家，这个组织赢过联合国，赢过 WHO。咱不但是会员国，咱阁是国际理事国，咱嘛甲荣耀归乎上帝。上帝真疼咱台湾，上帝无放弃咱台湾。虽然咱的基督徒只无到10%，但是咱伫即个世界的基甸会，咱却是国际理事国。爱参加国际理事开会，咱现任的国际理事就是永光化工的董事长陈定川长老的后生。我感觉上帝要用台湾，拄则咱听到牧师的报告讲，香港今仔即款情形，台湾是福音的大国。咱今仔即个圣经伫台湾一年差不多分50万本，全世界201个国家一年差不多分出8700万本的圣经。这63年来，伫台湾拢总已经分出去的圣经差不多12000万本。
这叫做经济。阮一直咧赢，一直咧赢，一直咧赢，修行的是上帝。所以，甲各位兄弟来分享，咱今仔台湾伫18年前诚做国际理事国了后，每一年爱奉献等于总会买圣经的金额，差不多是1000万左右。这个钱，除了基甸会会员甘心乐意奉献以外，就是今仔日我来做报告的时阵，若有感动的兄弟要奉献，互基甸会来买这本圣经的，上帝必定爱纪念你，因为咱教会真听基甸会事工，所以阮把这个奉献袋啊放伫门外，等下散会了后，你若有感动的，欢迎为这本上帝话语来奉献。第二，我今日来到这的目的，要来邀请对这个事工有感动的人来加入基甸会服侍，因为2800个兄弟姊妹做基甸会会员，有的已经老了，所以阮不需要邀请搁较侪人会当来加入。最后，我邀请你各位伫祈祷的时阵，常常为着这属灵的精进，基甸会咧赠送圣经的时阵，就是属灵的精进来为阮祈祷。以上报告，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位兄弟，感谢，谢谢。这是我来报告几项的事项吼，报告。周报的第6页，本主日1、2、3场的礼拜中，咱有欢迎曾民国理事长代表基甸会来做事工分享。愿上帝赐福基甸会所做的事工，互较侪人来得到福音。具体关怀部分有本会会友郭淑玲姊妹的老爸郭宗平先生，21月初4安息，21月18本周的拜一上午9点伫台中追思园会馆大主厅举行公祭，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有本会会友过心玉兰姊妹，就是过清庆兄弟的某，21月12安息主怀，定伫11月22，就是本礼拜的拜5下晡1:30伫台北第2殡仪馆景永楼景永楼1楼至今3厅举行日念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阁有本会会友葛运通兄弟，伫11月15安息主怀，定伫12月初2拜一上午10点伫二滨的景仰楼2楼至善一厅要举行日念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并参加，愿上帝安慰伊族。有本会会友黄英玲姊妹的后生卢义丽先生甲钱培梅小姐，有定伫11月23，即礼拜拜六要举行结婚典礼，愿上帝赐福新人甲因的全家。感恩节音乐的发表会，伫11月24下主日中午12:40，伫咱即个十头礼拜堂，请兄姐会当保留时间来参加。有关敬乐旅游的部分，请咱有报名参加兄姐，一定爱注意这个时间吼。伫11月26日早起7点准时出发，有
帮兄弟准备早餐。教会所办的福音圣诞福音茶会，时间是12月14拜六下晡1点半到3点45，伫10楼礼拜堂甲教室。咱有邀请讲员来做生命见证的分享，请各小组团结邀请无道友、新朋友参加。若要报名，找石温会也是谢莹莹干事，到12月7、8截止。青少年时光恭喜咱即个教会青少年有参加即个马街杯的即个篮球比赛吼，因伫下晡下晡4点，要伫新理大学遐举行即个冠亚军的总决赛吼请咱下有时间咱去甲因加油鼓励。若要参加的人吼，伫中午以前张亚文干事来报名吼，来给安排要去的交通工具。第8页，咱双年有无庄的讲义所，伫即个12月7、8下晡12点50分，伫10楼的礼拜堂有一个专题演讲吼，请咱会当第一来参加。其他团契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报告以上吼，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表。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日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有光良甲伊小妹全家伫咱的中间吼，咱要特别来大家说多谢吼，谢吼。咱爸爸的迄个个别色吼，感谢大家的关心吼。佮第二位是吴丽秀女士，吴丽秀女士吼，谢吼，欢迎。第三位是李静慧小姐，伫外面啦吼，伫外面咱拍鼓仔来欢迎吼。佮有一位是对即个美国来是塔卡苏基，应该是先生塔卡苏基先生，欢迎伫顶面伫顶面。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敬拜无介绍到，咱今日欢迎迄个陈理事长吼，伊个做七彩中会乡里部的即个会长吼，迄个陈家成长老吼，各位来。牧师来补充报告，咱伫第7页的所在吼，咱看到永福牧区有举办一个即个。冬天的衫的募集你若有来让伊才有说明即个奉献即个冬天的衫的即个细节吼，且大家当参考，来关心即件代志吼，这是叫咱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圣殿中间敬拜你，也透过你的话得到激励。阮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有坚强的信心。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延长你的性命。阮也有真侪遮外来的来宾，求你赐福保守看顾，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得到主的照顾。阮特别将基甸会的事工也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起立来念圣诗509首，请起立做伙来念。
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差遣。